連每個月50萬月租嘅美式漢堡大牌 Five Guys 都頂唔順要停業，平民救星兩餸飯連落4集，老字號相繼倒閉。呢場消費降級到底會點樣洗牌香港嘅餐飲業？如果你呢幾個月行過中環、灣仔或者旺角街頭，你一定會注意到一個非常誇張嘅現象，嗰啲以前排長龍、收得貴一貴嘅外國連鎖品牌，竟然開始偷偷地扯白旗落閘。最震撼嘅例子，莫過於嚟自美國嘅著名高級漢堡品牌 Five Guys， 嗰間位於尖沙咀同埋中環黃金地段，每個月要交成50萬港幣月租嘅旗艦分店，竟然都頂唔住要宣布結業。50萬月租啊，普通人一整年都賺唔到呢個數，但對呢啲連鎖大牌嚟講，只係一個月嘅租金成本。以前大家會覺得高消費餐廳落閘，只係因為平民百姓冇錢食貴嘢，市場自然淘汰啫。只要轉去做平民生意，做貼地市場，就一定有得做。但係事實有冇咁簡單？答案係完全冇。最近市面上傳出另一個更加令人崩潰嘅消息，就係連過去幾年被譽為經濟救星、抗通脹神器嘅平民兩餸飯連鎖店，竟然都出現連關4間分店嘅情況。你冇聽錯，即係連30幾40蚊有一盒雙餸飯，送埋例湯嘅平民食堂，都開始頂唔順。貴價漢堡死，平民飯盒都死，呢個狀況簡直係令所有從事餐飲業嘅老闆同從業員心寒。當貴價品牌同平民救星同時遇冷，甚至連經營咗40-50年，陪伴幾代香港人成長嘅傳統老字號都一間接一間宣布告別，我哋就必須要問一個好嚴肅嘅問題：香港嘅餐飲業同零售業到底經歷緊一場點樣嘅結構性巨變？呢場鋪天蓋地嘅消費降級風暴，又係點樣一步一步將幾十年間積聚落嚟嘅老牌子同實力雄厚嘅集團推向絕路？要理解呢個局勢，我哋不妨先回顧下 Five Guys 呢類美式高級漢堡喺香港嘅崛起同衰落。大約喺2018年、2019年嗰陣，Five Guys 高調登陸香港。當時佢哋憑住即叫即整嘅花生油炸薯條、無限量免費花生，同埋可以自由配搭20幾款配料嘅巨型漢堡，一時間風靡全港。嗰陣時中環灣仔分店門口，每日中午都排滿咗中環麗人、外企高管同埋打卡嘅年輕人。一餐漢堡包、薯條加一杯奶昔，隨隨便便都要140至180港幣。喺當時嘅香港，大家消費力旺盛，百幾蚊食個 lunch， 好多人覺得完全冇問題，甚至覺得呢啲係生活質素同美式文化嘅體現。所以 Five Guys 一口氣喺全港核心地段搶租大鋪，月租40萬、50萬咁簽長約。但係時移世易，去到2023年、2024年，香港整體經濟環境出現咗顯著嘅變化，金融業交投放緩，外資撤離或者縮減規模，中環同金鐘嘅高薪職位減少，好多原本消費力極高嘅中產階層同白領開始緊縮開支。以前一星期食2-3次百幾蚊嘅高級漢堡，依家變咗一星期只食一次，甚至改去快餐店或者自備午餐。對於一個每個月要交50萬租金，仲要負擔高昂人工同食材進口成本嘅大鋪嚟講，客流量只要下跌15%至20%，整間店嘅利潤就會瞬間由正轉負。加上近年美金走強，港幣跟住升值，外地遊客嚟香港消費覺得貴，本土市民又因為匯率優勢選擇外遊或者北上。Five Guys 呢類定位高不成低不就嘅高級快餐，自然首當其衝成為第一批被消費降級浪潮吞噬嘅犧牲品。如果話 Five Guys 嘅結業代表住中產高級消費嘅崩塌，咁兩餸飯連鎖店出現關店潮，就代表住平民低價市場已經進入咗極度殘酷嘅赤字血海同惡性競爭。大家如果仲記得喺2020年到2022年疫情最嚴重嘅嗰幾年，香港街頭最逆市擴張嘅行業莫過於兩餸飯。當時好多原本做酒樓、做茶餐廳，甚至做宴會嘅店鋪，因為冇堂食同埋社交距離限制，紛紛改行做兩餸飯。30蚊左右有兩大餸，滿滿嘅白飯，性價比極高，迅速成為全香港市民嘅每日日常。全港高峰期有成幾百間兩餸飯鋪頭，有啲大型連鎖品牌例如代文或者其他連鎖店，更係一年內開完一間又一間，連尖沙咀、
銅鑼灣呢啲核心旅遊區都可以見到兩餸飯嘅蹤影。但係去到2024年，兩餸飯嘅神奇光環開始消退。原因好簡單，第一係市場嚴重過剩。當一條街有4-5間兩餸飯競逐，大家只能夠靠劈價同加大份量嚟搶客，35蚊減到32蚊，32蚊再減到28蚊，毛利率被壓縮到微乎其微。第二係經營成本嘅硬性上升，雖然租金相對於高峰期有所回落，但水電費、食材特別係豬肉、雞肉同蔬菜嘅進口價格大幅上漲，加上最低工資同勞工短缺導致嘅人工成本居高不下，兩餸飯老闆發現每日賣出幾百個飯盒，扣除所有開支之後，利潤竟然薄過張紙。當年最平民嘅兩餸飯連鎖店都要連關4間分店，呢個信號非常清晰。香港嘅餐飲市場已經唔再係單純平就有人買咁簡單，而係連低價市場嘅邊際利潤都已經被壓榨淨盡。更令人心痛同感嘆嘅係呢場消費降級風暴之中，大批承載住香港人集體回憶嘅老字號相繼告別。喺過去呢1-2年，我哋聽得最多嘅新聞就係某某經營咗40年嘅冰室結業，某某傳承咗半個世紀嘅傳統酒樓落閘，或者某某幾十年歷史嘅麵家同餅店宣布退場。例如擁有幾十年歷史嘅蓮香樓、大榮華，以及無數喺深水埗、九龍城、灣仔深耕細作嘅傳統街坊老店。呢啲老字號好多喺70年代、80年代甚至60年代就已經創立，佢哋經歷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沙士疫情、2008年環球金融海嘯，每次都能夠憑住堅韌嘅生命力同忠實嘅街坊客源挺過嚟。但係點解去到2024年，佢哋反而撐唔住？老字號嘅倒閉背後有幾個極之致命嘅原因。第一係消費習慣嘅斷層。以往老字號靠嘅係一班熟客每日嚟飲茶、食個蛋撻或者食碗雲吞麵，呢班熟客好多係老一輩嘅香港人。但隨着人口結構改變，加上年輕一代嘅飲食喜好轉向相機食先嘅網紅店、外賣平台或者健康飲食，老字號嘅客群出現咗嚴重嘅老齡化同流失。第二係傳承與人力困境。老字號往往依賴傳統手工藝同長時間嘅人力投入，例如凌晨3點起身打麵、做餅、煲湯底。依家嘅年輕人好少願意入行接手呢啲辛酸嘅手藝，老闆年事已高，60-70歲人體力不支，加上招募員工極度困難，最終只能無奈選擇結業。而第三個，亦係最關鍵嘅一個原因，就係港人北上消費與消費力外流。呢個係2023年通關以來，對香港本地餐飲零售業造成最直接、最深遠衝擊嘅一個因素。每逢星期五放工或者週末假期，深圳嘅各個口岸如羅湖、福田、深圳灣，甚至港珠澳大橋，都擠滿咗準備離港嘅香港市民。大家只要搭半個鐘頭高鐵或者地鐵，去到深圳嘅大型商場，例如萬象城、一方城，甚至係山姆超市同 Costco， 就可以用香港1/3甚至1/4嘅價錢，享受超大空間嘅餐廳、極之殷勤嘅服務，以及多不勝數嘅美食選擇。大家可以試下做個對比，喺香港食一餐普通嘅酸菜魚或者海底撈，兩個人隨隨便便都要600至800港幣，而且用餐時間可能受限於90分鐘，仲要面對相對擠迫嘅座位環境。但係去到深圳，兩個人花200至300人民幣就可以食到非常豐盛嘅酸菜魚或者海鮮火鍋，享受埋無微不至嘅服務，仲可以順便按摩、睇戲、買手搖飲品同埋大型超市採購。喺呢種極巨大嘅性價比差距面前，越來越多香港市民選擇喺香港賺錢，去深圳消費。以前大家週末喺香港嘅消費，依家全部轉移咗去大灣區其他城市。呢種消費力嘅大規模外流，對香港假日經濟造成咗致命打擊。以往星期六日係本地餐廳賺取一周主要利潤嘅黃金時間，但依家好多本地餐廳老闆反映，平日午市靠附近打工仔仲有些小生意，一去到星期六日，街上冷冷清清，餐廳生意額暴跌40%甚至50%。當黃金週末嘅盈利無法再補貼平日嘅虧損，經營壓力就會幾倍放大。同時間，我哋仲要睇到另一個生活方式嘅改變，
就係香港夜生活嘅消失。以前香港被稱為不夜城，旺角、尖沙咀、銅鑼灣到了半夜12點依然人山人海，宵夜檔、大排檔、酒吧、甜品店生意興隆。但係喺後疫情時代，香港人嘅生活作息出現咗根本性嘅改變。很多人習慣咗早返屋企，習慣咗叫外賣或者自己煮飯。夜晚8、9點之後，好多原本熱鬧嘅商業區街頭已經行人稀少。店鋪因為夜晚冇客，被迫提早喺8點半或者9點打烊，而店鋪提早打烊，又令到街坊更加冇意欲留喺街上，形成咗一個可怕嘅惡性循環。當夜晚最賺錢嘅宵夜時段同下半場消費消失咗，餐飲業嘅整體營業額自然大幅縮水。喺呢種大環境之下，香港嘅業主同租客之間嘅博弈亦都去到咗一個臨界點。喺過去幾十年，香港房地產價格同商鋪租金一路狂飆，創下咗全球最貴租金嘅紀錄。好多業主習慣咗高租金回報，就算市道轉差，佢哋依然唔願意大幅減租，因為擔心減租會拉低物業嘅估值，影響銀行按揭同資產負債表。對於 Five Guys 呢類國際連鎖品牌或者傳統老字號嚟講，當租金佔總營業額嘅比例超過咗25%甚至30%，呢間鋪基本上就係喺幫業主打工。一旦營業額下跌，租金就成為咗最快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雖然最近有部分核心區鋪租開始回落20%至30%，但對於好多已經失血過多嘅商家嚟講，呢啲減幅依然係太遲太少。而且我哋仲要考慮到匯率呢個宏觀經濟因素。由於港幣與美金掛鈎，美聯儲喺過去幾年持續維持高利率，導致港幣相對於人民幣、日元、韓元等周邊貨幣非常強勢。港幣升值意味住香港人去外地消費變得好抵、好划算，去日本旅遊食拉麵，去深圳商場消費都覺得平到笑。但相反，外國遊客同內地旅客嚟香港消費，就會覺得香港嘅物價貴得驚人。以前內地旅客嚟香港係買同埋去高級酒樓食飽心刺肚，依家內地旅客嚟香港更多係深度遊、打卡遊，甚至帶埋水同麵包嚟特種兵式旅遊。呢種旅客消費模式嘅轉變，令到過去依賴旅客高額消費嘅香港餐飲同零售業雪上加霜。再者，香港本地嘅商辦市場同金融氣氛亦都直接影響到飲食業。中環、金鐘、灣仔等核心商業區嘅寫字樓空置率創下近年新高，好多大型跨國企業、投資銀行同法律事務所縮減寫字樓租用面積，甚至實施混合辦公模式。寫字樓人流減少，直接導致商業區嘅午市、商務宴請以及下班後嘅 Happy Hour 飲酒消費大幅下滑。以前中環高級餐廳靠商務客請客消費就可以支撐大半邊天，依家企業開支審查極度嚴格，商務宴請預算大削減，呢啲高消費餐廳自然經營困難，最終被迫關門大吉。咁樣嘅消費降級同結業潮，到底對香港嘅城市面貌同經濟結構意味住乜嘢？首先，街頭商業景觀正在快速同質化同低端化。當高價位嘅特色餐廳同幾十年嘅老字號相繼消失，取而代之嘅往往係生命週期極短嘅夾公仔機店、短期特賣場，或者係靠資本快速複製嘅低價連鎖快餐。呢種現象唔單止削弱咗香港作為美食之都嘅獨特魅力，亦都令到香港嘅街頭失去咗以往嗰種多元化、充滿人情味同本地特色嘅煙火氣。其次，餐飲業係香港吸納中低技術勞工同基層就業嘅重要支柱。全港餐飲業從業員高達幾十萬人，當一間大型酒樓或者連鎖集團倒閉，涉及嘅係幾十名甚至上百名廚師、侍應、洗碗工同清潔工嘅生計。當結業潮持續蔓延，基層市民嘅失業率同就業壓力就會顯著上升，進一步削弱整體社會嘅消費信心同購買力，形成另一個經濟下行嘅惡性循環。面對呢場百年一遇嘅大洗牌，香港嘅餐飲業同老字號到底仲有冇出路？答案係有，但過程必然會極之痛苦同殘酷。首先，餐飲業者必須徹底放棄過往依靠高人流、高日價、高租金嘅舊有模式，轉向精細化經營同極致嘅性價比。
性價比唔代表單純嘅低價打個喉戰，而係喺合理嘅價格內提供超出顧客預期嘅品質、特色同服務體驗。未來嘅餐飲市場中間定位冇特色，單純靠貴嘅餐廳會被加速淘汰，只有做到極致性價比或者極致特色體驗嘅店家，先能夠生存落嚟。其次，傳統老字號必須加快數位化轉型同品牌年輕化嘅步伐。老字號嘅價值喺於歷史同情懷，但經營方式唔可以留喺30年前。例如善用社交平台如 Instagram、小紅書同 TikTok 進行宣傳，優化外賣平台嘅營運，開發預包裝食品拓展超市同電商渠道，甚至將品牌故事包裝成文化 IP， 吸引注重文化體驗嘅新一代本地人同遊客。同時間，業主同租客之間亦需要建立更加靈活嘅合作機制。例如採用抵租加營業額抽成嘅模式，同商家共擔風險、共享收益，避免因硬性高租金而逼死好租客。業主如果一味堅持高租金，最終只會面對鋪頭長期空置、整條街變死市嘅雙輸局面。而政府喺推動夜經濟、吸引高增值旅客以及優化營商環境方面，亦需要推出更加精準同有力度嘅政策支援。例如減免牌照費用、提供中小企融資擔保、優化跨境消費嘅引流策略，以及舉辦更多具備國際吸引力嘅大型盛事，令本地商家能夠喺過渡期內有一喘息之機。總括嚟講，由每個月50萬月租嘅美式漢堡大牌Five Guys撤出黃金地段，到平民兩餸飯連鎖店連關4店，再到無數承載住幾代人回憶嘅老字號黯然落幕。香港嘅餐飲業正經歷緊一場前所未有嘅深刻重組，呢唔單止係一場關於租金同成本嘅較量，更係一場消費模式、人口結構同生活方式嘅時代大變革。消費降級雖然帶來咗陣痛同寒冬，但亦都迫使整個行業重新思考價值嘅本質。喺呢場適者生存嘅考驗中，只有能夠迅速適應新環境，真正理解消費者需求，並且喺品質、特色同效益之間找到平衡嘅商家，先至能夠喺寒冬過後重新迎來屬於佢哋嘅春天。身為消費者嘅我哋，喺呢個經濟大環境變遷嘅時代，更加應該多啲支持嗰啲用心經營、堅守品質嘅本地小店同埋老字號。每一幫襯唔單止係買一餐飯，更係幫手守護緊香港呢座城市獨有嘅飲食文化同街頭煙火氣。希望大家喺追求性價比嘅同時，亦都唔好忘記身邊嗰啲陪伴我哋成長嘅味道。